介廖瑞同你一齊睇天氣。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嘅東北季候風今日影響華南。本港今日天晴，朝早嘅天氣清涼，各區嘅最低氣温只有12至14度，而日間氣温就回升至17至23度，上水更加係有成25度㗎。預料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同埋乾燥。睇截至下晝5點鐘，天文台錄得嘅氣温係介乎14.8至20.4度。睇下7點鐘嘅氣温係17度，相對濕度64%，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。跟住交俾天氣先生。預測大致天晴同埋乾燥，聽朝係清涼，市區嘅最低氣温大約有16度，新界會再低2、3度，而日間最高氣温大約有22度，吹和緩嘅東風，初時風勢係清勁。展望星期5啦，大致天晴，週末至到下週初風勢都幾大，而朝早相當清涼。跟住睇埋其他城市天氣。廣州天晴，澳門天晴，深圳天晴，廈門多雲，台北落雨。上海、杭州落雨，南京落雨，武漢落雨，天津同埋北京多雲，瀋陽天晴，首爾天晴，大阪同埋東京多雲，曼谷明朗，吉隆坡雷暴，新加坡大風，雅加達落雨。胡志明市多雲，馬尼拉天晴，墨爾本明朗，悉尼明朗，布里斯班驟雨，奧克蘭驟雨，溫哥華落雪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都係天晴，紐約同埋多倫多落雪，羅馬有霧，蘇黎世多雲，巴黎落驟雨，法蘭克福多雲，倫敦同埋阿姆斯特丹落雨。天氣睇到呢度啦，拜拜。